今仔日是世界母鸡日，台南的各中小举办无同款的母鸡活动，透过表演、创作、游戏等等方式来鼓励囡仔体验母鸡文化。其中呢，这7个的建功国小呢，囡仔是朗读家己写的台语诗，展现学习的成果。那这安平国中是用这游戏方式来推广台语，要互囡仔开喙讲母鸡。 学生囡仔唱歌跳舞，嘛有人改编大道讲风、妈祖保护的民间故事。这是台南市7个建功国小学生，因透过表演创作，展现学习台语的成果。至今学校全校虽然无到40个人，由原拼说咧推广母语，鼓励学生创作台语诗，佮把作品做成册册啊，互囡仔留做纪念。学生嘛一句一句念出家己的创作，充满成就感。我对画牛有兴趣，可以做一个诗。写诗的过程，因会去思考，而且咱会结合咱学校本土的咱的文化。啊，囡仔嘛写甲足欢喜的，因常常拢会利用下课的时阵走来找我写诗。啊，希望咱的台语会当永远会当好好传承落去。建功国小长期带学生参加海洋台语文学、幼婴儿童台语文学等比赛，校方讲这么互学生留下宝贵记忆。另外一边，安平国中用游戏推广母语，学生在学古句台语的好话也是习惯，佮爱讲互老师家长听，有机会拔杯换奖品。校方表示，用趣味的方式，唔乃当增加学生的学习动机，嘛通提升因的语言能力。平常时上课拢会用游戏，还是用白板来练习阮台语，所以我感觉就无遮无聊。语言这个物件本来来跟生活做结合啦，吼所以咱毋是干那上课，毋是干那母语你较咧讲尔，随时随地等于厝里，伫学校嘛是拢会当练习母语，阮互囡仔有发挥的空间，有发挥的机会。安平国中的校长讲，希望互学生感受母语，毋仅是学科，嘛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学校嘛真鼓励学生考台语认证，就连校长甲老师拢带头投入，希望打造一个自然的台语学习环境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